20岁追风，30岁追梦，40岁开始研究说明书怎么用。车钥匙找半天，眼镜就在头上，烧烤一口下去危险，发表立场。电视开着却没人真的在看，手机滑到天亮，世界越来越慢。谁说浪漫不在，只是换种方式，从轰轰烈烈变成安安静静的存在。从入门到进阶，从热闹到沉淀，世界没变小，是我眼光边缘。中年男人都在悄悄升级，一层一层，没人替你按暂停，差一泡新酒精，别在乎里梦还在运行。中年男人表面风平浪静，其实内心正在疯狂练级，不争不争不争不想一生爱好就是信仰。入门级汽车电脑加手机，烧烤卖菜洗碗再追个剧，进阶级标语摩托露营地，咖啡红酒区块链聊两句。老鸟机插句投影，那在转色 K 电影在播放，塞着纸在把老电影中文一遍，搞手机木工车工打太极，车影旅行都市不着急，骨灰级收藏品酒在品尝，二胡一拉世界慢慢融化，升级了变成外语加乐器，书法绘画跳舞还唱戏，超升级不再简单排列，开始创造而不是分类，写小说写歌写一点世界，把一生修成自己的系列，不为流量不敢节点，做事品质见真心瞬间，这一关没有通关画面，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终点。不是不年轻，只是更清醒，不再追热闹，开始追自己。中年男人不再急着证明世界在吵，我有我的频率，从入门到超生，人生其实没有封顶，夜深了，茶还热，这一关我过得不错。